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箴言第13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。智慧人聽父教訓義人，罪人容易分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。今天讀箴言第13章。智慧子聽父親的教訓，褻慢人不聽責備。人因口所結的果子必享美福，奸詐人必遭強暴。謹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張嘴的必致敗亡。懶惰人羨慕卻無所得，殷勤人必得豐裕。義人恨惡謊言，惡人有臭名，且自慚愧。行為正直的有公義保守，犯罪的被邪惡傾覆。假作富足的卻一無所有，裝作窮乏的卻掩有財物。人的資財是他生命的贖價，窮乏人卻聽不見威嚇的話。義人的光明亮，明亮圓敏作歡喜，惡人的燈要熄滅。驕傲只啟爭競，聽勸言的卻有智慧。不勞而得之財必然消耗，勤勞積蓄的必然加增。所盼望的遲延美德令人心憂，所願意的臨到卻是生命樹。藐視訓言的自取滅亡，敬畏誡命的必得善報。智慧人的法則或作指教，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離開死亡的網羅。美好的聰明使人蒙恩，奸詐人的道路崎嶇難行。凡通達人都憑知識行事，愚昧人張揚自己的愚昧。奸惡的使者必陷在禍患裏，忠信的使臣乃醫人的良藥。棄絕管教的必致貧受辱，領受責備的必得尊榮。所欲的成就深覺甘甜，遠離惡事為愚昧人所憎惡。與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虧損。禍患追趕罪人，義人必得善報。善人給子孫遺留產業，罪人為義人積存資財。窮人耕種多得糧食，但因不義有消滅的。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，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。義人吃得飽足，惡人肚腹缺糧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13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。智慧人聽父教訓義人，罪人容易分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智慧人聽父教訓義人，罪人容易分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，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11章，行事正直，神喜悅，惡人作事常僭越。第12章，善人必蒙神賜恩，智慧的話能醫人。第13章，智慧人聽父教訓義人，罪人容易分。想一想，為何智慧的人會聽父親教訓呢？